欢迎收听5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9到10篇。诗篇9到10篇，信靠上主的人。信靠上主的人会领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？诗篇第10篇17到18节 RPG 祷告的经文说，上主啊，你要垂听穷苦人的祈求，你要赐勇气给他们，你要替被欺压的人和孤儿伸冤，使必守的人不再妄施恐吓。信靠上主的人，在那个看来是穷苦人的环境，看来是许多被欺压和孤儿的环境当中，他仍然相信上主，他必掌权，上主他垂听祷告，并且上主赐给人有勇气来面对。信靠上主的人是天真无知的相信而已吗？信靠上主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哦，是在即使人生的各样战役中，仍然对上主的公义掌权有认识的相信。在24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世界当时的局势诡谲多变，许多的地方战乱、贫穷，甚至是污染。然而在那样的情况当中，好多的人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时候是非公义难分啊。但是一位美国清教徒神学家，他用他的祷告来帮助当时的人，在那个很难分辨，甚至二者好像居于领先的时刻，他用这短短的祷告词安慰了、鼓励了当时许多的人。而这样的单章后来被印出来，还发送在军队当中。他的祷告词是这样说的：我的上帝，请赐我宁静，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，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一切，并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。我们真的是看见在世上许多的时刻，我们想的跟真实所面对的很不一样。就像今天的这一篇第9到第10篇，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，它是一首离合诗，也就是字母诗。第9篇到第10篇都是按着希伯来文的字母排到一整句话的句首，然后按着字母这样排下来。所以对当时的读者来说，应该是一首很优美而且是很有韵律的诗词。但对今天翻译成中文的我们来说，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是它的意思，它的文字趣味可能要学会希伯来文才会。不过也因此我们知道，这2首诗篇如果真是原来是一首诗篇的话，那这2首诗篇所写出来的内容，真的让我们看见，在那信仰当中，我们所信与我们还没有相信，还在锻炼信心的，好像常常会有一个 gap， 会有一个空间，或者是会有一个光谱。我们好像还没有那么坚定，我们好像已经坚定了。在那个从1走到10的这个步伐当中，这个过程就很像是今天第9篇到第10篇的过程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然而在这其中，诗人却仍然相信，因为他曾经经历，面对现在险恶的环境，仍然能够相信。因为过去就像第9篇所说的，那在那个黑暗当中，在那个不义当中，在那个仇敌跟异族的攻击当中，诗人真实经历到上主坐在宝座上施行公义的审判，这样子的一个形象，他替
诗人来申冤，而且维护了诗人的权益，而且是按着公义哦。也就是说，不论是外族人，是本族人，是义人，是恶人，每一个人都在上主公义的审判当中。所以诗人面对那不公义的时候，他被维护，他被保护，他也在这里继续祷告。过去他是这样经验的，所以他献上感谢，他献上赞美称赞，他看见上主一切美好的作为，一切奇妙的作为，他深深的知道上主的公义能够掌权，并且祈求现在继续来掌权。因为面对到邪恶的人，邪恶的人不过就是必朽的人，这一些没有办法跟永远公义的主来做比较，他们面对到他就扑倒，就灭亡。然而来到第10篇的时候，刚刚是感谢，刚刚是赞美，刚刚是盼望，然而到第10篇的时候却说到好像被忘记了。因为现实真的很骨感，现实就是邪恶的人好像居于首位耶，现实好像是邪恶的环境是领先的，是被羡慕的，甚至他们是夸耀的。诗人面对到这样的情况，他祷告，觉得自己好像被忘记了，然而他知道他不会永远被忘记，因为主是公义的，主是鉴察一切的，主是在此时此刻能够来拯救我们的主。穷苦无助的人都能够投靠你，因为你一向帮助孤寡无告的人，就是那一些孤独寡居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的人。在这里，诗人求主来粉碎邪恶的势力，惩罚邪恶者的罪行，因为上主永远掌权，永远作王。在今天 RPG 的祷告经文也是在第10篇的最后，在面对那一个邪恶的环境好像在现实中是如此真实的时候，诗人发出一个祷告，他说，上主啊，你要垂听穷苦人的祈求，你要赐勇气给他们，你要替被欺压的人和孤儿伸冤，使必朽的人不再妄施恐吓。这里讲到一个关键，这些邪恶最终都只是必朽的人，这些事情都会过去，然而主的公义却是永远掌权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，信靠上主的人透过祷告不是解决事情，如果上帝允许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我们不希望的事情，那也是很好。然而更多的时候，上主借着我们的祷告是怎么帮助我们呢？我们一起用这个宁静祷文来祷告吧。上主，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，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，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，好好活出每一天，享受生命的当下，接纳艰苦是通往平安之路，能够效法耶稣，接纳罪恶世界的本相，坚信你必会把万事变为美好。若我能顺服你的旨意，好叫我此生能快乐的生活，并在永世里得享与你永远同在的大喜乐。阿们。这是后来他们将尼布尔的祷告继续延伸，成为后来的宁静祷文，而我将它做了一些修改跟翻译。求主真的是赐福你在今天一天的生活中，领受从他来的平静安稳，领受从他来的刚强壮胆，更是领受从他来的生命智慧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